互希伯来信徒的批，希伯来第1章。上帝伫古早有通过伊的众先知真侪遍，用真侪方式对咱的祖先讲话。毋过伫将末的日子，通过伊的囝对咱讲话。上帝有指定伊做万有的继承人，阁有通过伊创造宇宙。伊反射上帝荣耀，是上帝本质的真相。伊用伊权能的话扶持万有，说除人的罪了后，坐伫至尊至权上帝正平。上帝有赐囝比众天使较尊贵的名，互伊成做比天使较伟大。上帝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搁伊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搁上帝差遣伊的大囝入世间的时，伊讲：上帝所有的天使拢着拜伊。关系天使，伊讲：上帝用风做伊的天使，用火焰做伊的车鹰。毋过关系囝，伊讲：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永永远远存在，你的国度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，你爱公义，怨恨不发。所以上帝，你的上帝拣选你，用欢喜的油抹你，超过抹你的同伴。伊阁讲：主啊，你伫起初有建立地的根基，天嘛是你的手所造，天地拢会消灭，毋过你永远存在。天地拢会亲像衣服渐渐旧，你会亲像卷外衫，甲因卷起来，因会亲像衣服改变，毋过你永远袂改变，你的血受无穷尽。上帝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你坐我的正平，到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的骹下。天使兼毋是拢伫服侍的神，受差派去服务特别领受拯救的人。